咱各位线上甲现场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伫遮要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的主。我们一起站立，咱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伊是以马内利的主。咱做伙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伊名称多，以马内利，做动作对咱显明。称多，以马内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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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名称多，以马内利。对咱显明，伊名称多，以马内利，咱做来宣告主同在，主同在，对咱显明。称多，以马内利。咱要做来献上咱的感恩，甲咱的软弱的认罪。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伊。是我的爸上帝，我要尊伊最大。咱要开声来感谢咱会通伫遮学乐敬拜，虽然有一寡限制，但是咱有缘，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咱伫现场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感谢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的有这款的恩典，做伙相甲自习，虽然伫疫情的中间，阮有限制，但是主啊，阮感谢你，你互阮会通伫你的面前，阮做伙学乐来敬拜，愿主你继续赐阮所伫无论线上还是现场的兄弟姊妹，阮做伙甲你同坐倒，因为你所下面的恩，互阮会通伫遮来得到永远的救恩。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恩典，互阮伫一寡限制中间，阮无论是伫线上还是现场，阮做伙伫遮学乐来敬拜也做伙同坐倒。今仔阮也真欢喜，有方权要伫主甲众人面前伫遮来甲你立约。得到永远的救恩，愿主你来施恩祝福，也阮知影阮伫软弱时，你来为着阮付上代价，帮助阮，互阮会通得到永远。愿主祝福阮，也互阮会通时时警醒阮所行所做，甚是有荣耀上帝你利益众人，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也这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求你互阮活转归你，阮就活转；求你换新阮的日，亲像早时一样。求主来帮助，互咱会通有复兴换新，会通亲像过去迄个真自由的生活吼。咱毋知影未来要安怎变化，总是咱恳求上帝，咱恳求伊来施恩祝福，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咱国家，为着这疫苗，为着侪这大雨所带来灾害，咱恳求上帝来怜悯，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愿后面
你名伫遐祝福台湾这国家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甲上帝同行。叫你来怜悯。阮将台湾交伫主你手中，愿主你所带领。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虽然阮面对最这艰难，总是你有愿用你的圣手来扶持、保守、看顾台湾。特别通过这回奥运，互全世界拢会通看见台湾。主啊，阮也感谢你透过这年轻的选手，因啊伫迄个竞赛中间无放弃，会通伫遮来持守因所锻炼的，然后台湾会通伫国际上，拢会通经历上帝你安怎，互阮未来恢复伫国际上的做的这个权利。愿主你也帮助，互阮执政掌权会通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上帝同行。主啊，阮也恳求你，互台湾的百姓知影认捌你，接受你的救恩，来回转到你的面前，离开这个偶像。愿主你来受恩祝福，继续引传台湾，正义到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内底，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也要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心灵的需要，咱用主的话安尼来宣告讲：我用平安留底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咧互恁，毋是亲像世间咧互人的款。恁的心无得背叛，也无得惊吓。主要互咱的是赏赐平安的，是赏赐互咱无惊吓的心。咱若伫即几方面有咱需要带导的，你会通去入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你嘛是共款哦。这个时阵，你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的，你会通去入咱要做伙来祈祷。透过线上，咱有缘知影讲上帝的权能无所不在。咱要开声来祈祷，愿上帝的医治、供应、甲祝福、引带，甲咱三个同在。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奉你名，你无所不在，你无所不能，你无所为的。阮奉你名伫遐祝福，无论线上也是阮现场兄弟姊妹。主啊，你知影阮心灵的欠过，阮伫阮人生的道路，阮伫人生的赛局中间，咱才有做这个限制，有做这个困境。愿主你继续施恩，所有你医治的权能充满，你的供应、教育各有存。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无论伫这个所在，伫伊的厝，阮拢平平会通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来得到福气，因为你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你是掌管万行有的主，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你是供应互阮教育阁有存，你是引带阮离开伫迄个四面山谷也毋惊灾害。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即个经历的中间来讲出上帝你荣耀的作为，也成做你荣耀的见证。愿主祝福。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咱要为着咱的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吼。咱伫即个限制中间，咱需要有做改变。咱用主的话声来宣告讲，所以恁着趁也有通求做今仔日的日子三款面，行了恁中间有的，互做买去来念心。趁咱今仔要有今仔日，咱会通求救吼，咱伫遮来守望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甲上帝的之间的关系吼，咱恳求上帝赏赐，互咱甲有好的这个和谐关系咱为着洪泉吼，伊今仔要洗礼吼，升大学2年级吼，伫年轻少年时会通。较无要想要真做一个较敬虔的这信徒吼阮相信上帝，咱相信上帝会帮助伊为着咱的主日，虽然即马限制50个吼，总是求上帝帮助，互咱伫申请的中间会通真紧落来，通大概差不多一
100个。哦，咱恳求上帝来帮咱，伫做这防疫的措施，咱拢会通真顺遂平安。咱为着儿童牧区来祈祷，咱为着因所设计这线上的活动，吼，咱这个时阵嘛是透过线上的这阿加培礼拜，吼，互这儿童也通伫厝做伙来学乐敬拜。咱恳求上帝是阮所互这所有开的线上的这活动办课程咱拢有真热烈的回应吼5点钟就拢满吼，所以搁加开第2期的这科学营吼，咱做伙起立，咱为着这需要，为着主日，特别为着牧师啦吼，口罩挂掉一直讲吼，所以。互咱感受讲，咱会通自由呼吸，迄是偌年福气啊！吼，咱开声来祈祷。主阮，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就在你以外。主啊，感谢你，你是各位主，你各位官员充满帮助阮，然后阮会当伫这个世代。先来主，阮感谢你，伫敬拜中间，阮邀请你的宝座设立，阮邀请你的同在，阮也较无你稳定的降临，也互阮伫阮的这困求的中间，看见上帝你安怎奇妙的作为、奇妙的生业，施落伫阮的中间。阮伫礼拜中间，阮也真期待甲你相拄，看见你的荣耀充满伫阮逐人的心。伫现场，也伫每一个家庭，阮这是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严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愿耶和华的名受阿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是应该阿乐的。咱三甲用欢喜的心来阿乐咱的上帝。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声阿乐伊。天地一切拢要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阿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声阿乐伊。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阿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都将有体为爱来感谢。我领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都将有体为爱来感谢。我领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神。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用真实敬虔的心声阿乐伊。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阿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将就体为爱来感谢，我领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
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肉体为爱来降生，我了你，全体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咱搁一间来学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肉体为爱来降生，我了你，全体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咱有愿将荣耀归乎听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请坐。就对你付出真敬拜，世界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到夜的归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我路，逆境我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插座，顺境我路，逆境我路，我欢喜顺坦行伫路。咱搭主一对你无做真敬拜，世界主你甲阮同在。一日你拢受事到夜的归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我路，逆境我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插座，顺境我路，逆境我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我路，逆境我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插座，顺境我路，逆境我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坐伫宝座前，心加悠高，我愿意敬拜阿罗，故作现在直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悠高，我愿意敬拜阿罗，阿罗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直到永远。尊重，
坐伫宝座顶，圣洁有高。我愿意敬拜阿罗，我这现在的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有高。我愿意敬拜阿罗。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得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得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我要高举你生命。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的性命。你的名伫全地尊贵尊大。主，我要学了敬拜你，因为你是享受福气的源头。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无论是伫顺境，阮要学了；无论是伫逆境，阮要学了；无论是啥物时，阮拢要学了。因为你是堪得阮学了敬拜的主，阮感谢你，伫这个世代充满做惊吓不安的事。你是以马内利的主，甲阮相同在。你是享受平安的主。你的平安要伫阮惊吓中间享受阮，你也成做阮的盼望。你的话要成做引带阮脚前照光伫阮路上的灯，也予阮路上伫黑暗的中间有你的光来照阮。感谢主，予阮伫遮无论线上也是现场做伙礼拜兄弟，拢要平平得到你的祝福。求你的圣神也感动阮，明白你的话，只好安尼去行，真做有福气啦。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平安。咱情绪需要调整，咱要伫遮做伙来看小报的消息。咱因为7月27到8月29是调降第2级，目前咱一场的限制是50人50人，咱有咧送申请，希望伫后礼拜其他会当到伫100人咱祈祷求上帝这政府的效率会当搁较好。所以伫这中间咱因为有调查，所以你若有提出的意愿，请你毋通浪费这个位置因为真侪其他的人搁有想要来礼拜因为人数的限制所以你登记了你若接到这个简讯通知，你一定爱伫这中间来出席，无咱无采这个位做这个防疫的措施咱公告伫咱周报的第4页。咱一寡时间有调整，因为咱有配合线上这个兄弟姊妹的需要。咱伫主日礼拜咱调整，华语是8:20，台语是10:20。咱
有迄个进退场的时间，所以咱若离开的时阵像花舞礼拜了，恁即马坐拢随有消毒过有这酒精喷雾消毒，所以咱会当伫遮搁较安心。拜六的礼拜嘛是对5点半开始伫遐开放请咱准时来入座。咱儿童阿卡佩目前是暂停的，由咱用线上的礼拜，伫实体暂停的线上甲遮个囡仔做伙来敬拜。咱伫拜三祈祷会已经开放实体甲直播所以请咱兄弟姊妹恁有感动，恁嘛通来到现场咱的其他的小组请咱透过小组长的公告通知伫线上的遮个课程。咱有进行实体，目前双年大学关怀据点拢抑阁无实体所以请咱为着这来祈祷咱伫要正义教育教会，请咱也遵守这防疫规定咱的喙安挂好照咱的一寡这措施来实施配合。今仔日咱有洪泉李洪泉就是玉仙老师的公主还是要升大学2年今仔要伫遮甲上帝面前来立约，咱来恭喜伊成做教会的一份子来祝福伊头前的道路。咱今仔日的主日了后伫下昼1点要召开401处的中集会中集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安排伫即个所在会通。扭开这个防疫的距离请咱的中集准时来参加请咱伫这个中间配合这个规定咱伫每一场有这个开放的时间了后拜托咱，因为咱暂时无法度像过去讲我礼拜了伫遮来讲一寡这个代志开讲啦等等遮请咱了后，咱就随伫遮离开，因为政府甲咱看这栋做一个无分楼层，你讲一层是50个几个，毋是，你一入来这个门入来，这栋就是50个安尼目前啦所以必须要讲第一场了第二场了咱就离开伫这个所在所以请咱伫这个困难的时期请咱做伙来配合。所以崇拜部要做这个措施，这回咱嘛是头一遍用这个2合1的所以念伊咧讲，哪会无长老伫遮来捧杯啦已经迄个杯甲饼2合1的放伫咱头前的椅这个头前，所以请咱念伊咱会通伫遮来牧师讲了时阵，请咱做伙来分享的时阵，咱来领受了后，请咱将遮塑胶杯摕到礼拜堂外口迄个垃圾袋伫遐来等所以请咱做伙来配合。礼拜煞了后嘛是共款，照咱的同工的引导伫遮离开教会。咱伫后礼拜个8月15咱又原有安排2礼拜伫出席的爸爸，咱会赠送1份精美的礼物因为疫情的关系阁有人数的限制，所以今年咱有搁较特别的措施，就是有请咱的小组长去调查每一小组做爸爸的了若这2礼拜无法度来，小组长会想办法送到恁兜恁若久无来去甲你关心所以今年应该是较窝心的一个做法安尼，然后咱送去咱兜是你有在这个会员若是讲伫这8月18到15有无队友来迄个中间有报名的，咱有缘有赠送。但是讲好就是讲你是会员虽然这2礼拜无来小组长会想办法将这个礼物送到你的手头好，咱的拜三祈祷会已经有实体甲这个直播的方式请咱会通做伙伫遮来祈祷双年大学嘛有这个课程，就是这职能治疗师于宇春这真好的一个治疗师咱会通
伫线上吼，你来拍谷歌米吼，啊用即个台号码吼，甲拍入去，你就通伫谷歌米线上来听讲座吼，听即个课程。后壁若帮助咱伫厝，即马无法度出去，伫厝你嘛会通伫遮来家己运动，也是保养保健安尼吼。好啊，咱的爱心有讲座啊，甲青年节嘛，做伙伫遮来安排一个讲座，伫即礼拜五，共款是透过线上啊，所以咱鼓励一寡少年人，你会通来上这个网络吼，啊拍Google Meet伫遮来报名，因为这爱需要报名吼。啊，咱看即个旧的救命吼，即杨佑任安怎分享伊的生命，安怎伫迄个世纪控制中间，总是上帝有好的安排。咱感谢主吼，咱的线上夏令营了后吼，有继续看见遮囡仔需要，咱有即社区阿卡贝即儿童遮有开一个科学营啦吼，啊上网络报名5点钟到80名吼。50名尔嘛，吼，拢满啦吼，拢满啊！因为有遮要求，所以加开第2期，共款50名。到今仔日永暗12点，先开放互咱的会友的主题报名吼，所以请咱的会友注意哦。12点过，若无有报名吼，咱就开放互外口的吼，咱外口一开放。进前第1期5点钟就拢满吼，所以这个课程是吼真受欢迎，所以请咱的兄弟来把握。感谢主，咱伫即礼拜六有一场的结婚礼拜啊，咱的义民啊甲慧琴吼，本来伫5月5、6月啊吼要6月啦吼要结婚啦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吼，啊即马有降第2级。所以呢，安排伫8月初7吼，即个拜六早起10点伫教会来举行结婚礼拜，咱来祝福因吼，会能伫即个家庭的中间吼，建立美满幸福，上帝祝福家庭。另外嘛，有在哀伤的书，咱作为佐佐父姊妹伫7月27拜二望主文调享年70岁。要定伫后礼拜六8月14吼，早起伫桃园殡仪馆有举行入殓火化7点半会倒转来教会来做告别礼拜，愿主来安慰遮遗族。咱要请吼，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咱现场有8月吼，即个寿星吼，请你起立咱甲你唱生日快乐歌有无？老婆属于我，哇吼！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咱拍拍甲因祝福，咱做来祈祷，做来祈祷，为着这个寿星吼，线上的老兄弟，你有缘起立吼。主啊，你是活命的源头，你嘛是祝福气的源头。你话讲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拢要祝福，因为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你互阮有性命，主耶稣你应允，互阮的性命会通更较丰富。你来就是阮得到活，叫阮得到活命，也要活得丰丰富富的人生。你毋是干那要互阮家己享受，也要借着阮的手所做的来施恩祝福，互阮所接触的人。所以，奉主的名来祝福，互阮的兄弟姊妹，这受请手所做凡事行通，阮心心灵拢会通勇行行胜，会通伫这个世代，无论逐所在来成做你荣耀的见证。当心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搁一拍拍甲因祝福吼，请坐。咱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谈2遍哦。做伙来，伊伫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做迄面死的人为义即面来活。
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彼得前书2章24节，搁一遍来，伊伫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做迄面死的人，为义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彼得前书2章24节，咱要准备心来奉献。那不便来教会，当透过教会账户来进行线上奉献。教会需要你的关心、支持、参与。就教会成做这个城市社区的侍奉管道。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咱的感恩，奉献感恩的心过地，一生的体白义有，想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过地，一生的体白义有，想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做会起的，一世软弱的真多臃肿，怂恿的真多步，拢因为主已经做正大事，只是软弱的真多臃肿，怂恿的真多步，拢因为主已经做正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这疫情的中间，你互阮的台湾有你的保守内面得到平安。主，阮也感谢你，伫阮这桃园的地区，因为有你的爱，有你的疼，互阮也同款得到平安。主，阮也恳求主你，搁再来的日子，阮也恳求主你，赏赐阮平安，有喜乐的心，因为有我靠牵调主你，无得到跋倒。主，阮的感谢学了主你，主啊，阮也当要献上阮的时间、财力甲金钱，为主你所用，恳求主你感纳，阮的感谢学了，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要做进前，甲边仔照讲，上帝祝福你到野阁有春，上帝祝福你到野阁有春，来请坐。上帝赏赐咱到野阁有春，伊是丰丰富富的主。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彼得前书第2章21节到25节。彼得前书第2章，咱要对21节看到25节。咱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你嘛会当伫你的荧幕，还是手机看到遮的经文。好，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因为恁受调本是要安尼，因为基督也替恁受苦，老模样互恁，要互恁对伊的脚步，伊无犯罪，喙内无诡计，互人骂无倒骂人，受苦无放刁，独独将本身交托迄个照公义审判的。伊伫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
互咱做迄面死的人，要为来活，对伊的伤魂，恁得到医好250，因为恁前亲像羊迷路，若是担归伫恁灵魂的牧者，也是监督。愿主的话透过使徒彼得，伊直接来提醒咱，伫咱人生的中间，敢才有做这的限制，做这的艰苦，但是老主甲咱三同在，像伫你的心就有意外的奇迹。过去的一礼拜，我相信全台湾的百姓迄个焦点对疫苗要拍啥物，可能转移到伫东京的奥运。拄啊开始，可能咱还阁停留伫迄个讲戴水银铺一张即个相片，伊咧坐飞机是坐啥物舱？经济舱毋是讲要互阮商务舱吗？哪会变安尼？阁互球球好即个一节安尼坐迄个经济舱。伊是别个航空公司，伊有即款的优惠啊，但是伊会通甲大家做伙出发的，所以开始大家就开始骂啊，嘛咱看总统来道歉，行政院长嘛3遍道歉，然后呢，为着即个一个体育署长落台，开始搁来检讨。所以伫这中间，感觉迄个时阵，网络啦、新闻啦，足侪拢咧骂。但是这阵较少啊，因为大家焦点拢是啥？昨开小的时阵开了较紧8点半咱顺正长就讲，这戴水银赢咧其实前一天看到心脏强要定去安尼所以我总毋敢看想讲第一局就输第二局佫差遐济想毋知是可能我球球好在球好咧所以你若看伊的比赛，差不多你要有心理准备心理要准备。开始伊若抽伫迄个小组分组的时阵有真侪只个主动有真侪只个魔王级的像讲印尼啦到尾啊冠军赛事甲迄个双塔就是大陆的所以伫迄中间有真侪检测无互人看好，但是意外的奇迹却发生一件接过一件。但是咱知影，毋是人拢拄有安尼顺序伫迄个意外中间是安怎？意外好还是意外歹？有真侪意外发生伫咱中间，咱无法度去面对，无法度准备。检测有一寡选手我即回来我是安怎？我是来参加的啦，练经验安尼啦所以嘛知影讲伊可能无法度摕到金牌。但是呢，咱看伫咱的人生嘛是共款，咱人生好亲像即个赛局共款讲10之8九拢是不如意的若安尼，咱免怎伫迄个中间去面对啦即个周天成即位兄弟伊是教会主地伫迄个中间，咱看伊病遮个旧年即顶一届奥运伊家己的记录，就咱真期待讲哇！昨暝老牧师伫做了拜六礼拜上毋知有赢无其实伊是伫迄中间来安怎停止伫迄个8强啦第8名即个所在安尼但是咱看伊讲，伊昨所面对是啥物人？伊昨所面对其实是迄个顶一届奥运的冠军即成龙啦所以伊虽然付出代价，伊嘛讲伊的骹其实小可有受伤，但是这毋是借口啦伊讲伊无放弃伊的眼光设定伫3年后巴黎的奥运，所以伫迄中间即回其实大概有2个啦，庄智渊无教练啦甲伊啦伊就是讲毋是伊较骄傲，伊讲上帝是我的教练。伊洗礼了后，伊嘛是面对一再的失败，但是伊犹原无放弃。咱看这年轻的选手，即回其实互咱有真大的一个提醒甲启示。虽然
看因少年年轻哦，但圣经讲不要小看你年轻，唔通轻看你少年哦，就要伫言语、爱心、疼心、信心顶面，拢会通成做别人的模样。所以这回咱看讲有几个19岁吼，像咱的小林同学，咱咧宜兰的吼。无简单，虽然真可惜哦，伫咧中间足想要赢，但是呢，失去迄个局点的时阵吼，伊无法度把握，所以事后伊嘛家己伫咧中间来反省，反省伊会对有遐个缺点，所以伫这中间嘛是咧提醒咱，伫咱的人生的赛局的中间，咱可能参加无共款的比赛。总是伫咧中间，有当时啊，咱若无上帝真做咱的教练，咱毋知影咱的欠缺伫啥物所在，咱毋知影咱的缺点伫啥所在，所以咱可能是一意孤行，咱可能是执意照咱家己，也像固执咱家己的想法，伫迄中间来做。周天成这位兄弟，伊伫迄中间，伊有经过真多即个艰苦的磨练。我想，即个运动选手因拢伫因的生命中间吼，有真侪只个过程，亲像得到第一面的金牌的即个郭婞淳啦吼，迄是感觉伫伊意料之内啦吼。但是有真侪代志拢无法度伫咧中间来做把握哦，所以上经典的迄张相片，摔倒吼，倒伫涂骹，大家嘛讲迄张足水。如果你若是跋伫涂骹的时阵，人会甲你讲，你即张足水嘛？咸菜袂，你若摔甲安尼遐歹看吼。所以伫迄中间，咱可能面对无共即款的人生的赛局，可能你会感觉你挫败，你会感觉伫迄个艰苦心，所以有诶无法度摕到铜牌，无法度摕到奖牌，因为感觉讲我足想要赢，我银牌我嘛足想要赢银牌，所以咱来看讲，这个选手伫咱做日，咱看讲伫这个体操吼，体操这专龄赛，咱知影这个是李智凯啦吼，咱的鞍马王子啊吼，结果伫伊上有把握的这个项目鞍马的所在吼，伊却意外落马吼。所以伫迄中小可受伤，所以伊伫专龄赛的时阵是大概排名，我若无记毋对是21名吼。总是今仔日还佫有一个机会，就是伊虽然失败，但是伊今仔日还佫有法度伫即个鞍马的项目要来争取金牌。所以看啥物人挡较会调，啥物人的润色较好，啥物人会通吞忍到落尾，像保罗讲，我会通得到迄个奖赏，迄个赏赐，迄个过关。其实迄个比赛中间就是古早的希腊的奥林匹克吼，即奥运吼，伊若得奖的人，伊就做一个过关，然后主持人也将迄个过关甲带伫伊头壳顶，然后伫遐讲你是伊啥物名，啥物款的出身，这是做伊的真好的一个荣耀。所以本来互人看好的，却意外伫遮来失去。总是无被看好的19岁哦，铜牌哦。19岁，也是讲这20通岁啊，林洋配竟然摕到这个冠军。所以咱看，无论是周天成这位兄弟吼，伫信仰路途，也是伫这选手的顶面吼，咱看拢是伫即回，拢诚做咱全台湾这百姓所注目的这真好的选手。虽然小林无摕到这个人的铜牌，总是因男女的这款的混双吼，嘛得到这个铜牌。我想伫因的生命中间，因拢有伫遐来经历到无共款的这款的经历，特别昨暗吼，互咱搁较伫迄中间吼感动的就是这对这两个少年人吼，因安怎克服伫遐个小组赛迄款的魔王级的迄款的主动。结果愈拍愈好，愈拍愈勇。到尾我毋知影你有看到即幕无？虽然无演奏咱的国歌是国旗歌吼，但是嘛袂歹啦吼。互咱台湾，因为这少年人，互国际来看见台湾。
我阁讲一遍哦，互这少年人，因为因伫迄个中间的拍拼努力，互全世界看见台湾，去搜吼，伫遐各国台湾，Chinese Taipei 是啥物？所以后来真侪媒体就伫迄中间来报讲台湾。咱即回透过即段互咱知影讲，伫人生有侪遮的，咱料想袂到的哦。今仔日其实咱透过即段的经文，嘛是彼得伊伫遐来寄批互遮的，检测因是诚做奴才，伫厝诚做使用人，诚做奴才，总是因面对着遐不公不义的主人。歹款待因，然后呢，伫遐刁难，也是讲咱伫即个世上，咱甲人做伙伫迄个跋烂的中间，伫遐交陪交朋友，然后呢，人讲，你甲阮做伙，讲同流就是伫迄个歹的所在，伫迄歹代志，讲同流合污啦。但是这个人，因伫信仰的缘故，伊讲我无爱，因为安尼受到啥诽谤你这歹配合啦，你这无斗阵啦，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因着受诽谤，甚至因的信仰，因所信的耶稣嘛，受到安怎？受到诽谤，受到亵渎。所以彼得伊家己有亲身的经验，伊就伫迄中间写批来，然后伫遐鼓励因。虽然伫迄中间受到无好的款待，总是透过伊的信仰。用主耶稣甲人安怎建立关系，像耶稣互因做一个模范学习的对象。耶稣安怎，伊嘛家己拄着即款的困难，所以伊做互咱看。咱伫咧困境的中间，安怎学习耶稣？然后当你伫这信仰中间，要安怎回应？食苦当作食补。顶礼拜我讲，苦会起，毋是苦袂了如何伫遐回应讲，我甲上帝的关系？姊妹。特别洪泉信主了，不是一帆风顺，不是拢袂拄着，不会遇到困难会。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的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表示讲，我们会遇到人生的风浪，在人生的赛局，伫人生的赛局的内底咱会拄着阻碍、困难最后咱的营长永恩哇，咱这回要办线上的线上的夏令营都要开始好像。不是很大的意愿但是最近最后坚持的所以一期比一期更加好连下咱会看一个影片所以伫遮咧提醒咱讲，如果咱也认捌这位主，咱会通面对咱人生的困境、人生的困境的时阵，咱新的身份，咱是不是有新的改变？也是咱信主了信主之后，咱还是有旧的思想。旧的模式通常拢会安尼，但是要慢慢去调整改变。但是当咱无改变的时候，咱有一个新的身份，但是跟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我有这样的身份，你是王子，但是穿的去食。你是尊贵的人，但是你所做出来却是遐尼粗俗的行为，所以就不合乎，无配合伫咱家己的这个身份所以伫遮咱看讲伫遮的人彼得在鼓励彼得鼓励那些奴仆啦，你们忠心，但是无受到好款待，没有好的对待，无好的款待伊然后呢，心内咱就会产生啥？迄个苦毒。有当时咱伫教会服侍，咱伫小组服侍，咱伫其他的工厂咧服侍，你有好好拍拼，但是无得到。顶时无得到头家会甲你赞赏心内就讲我拍拼安尼是要安怎？有啥物利益所以伫遮咱看讲，互咱知影讲，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然后上帝呼召咱，互你有这个新的身份，但是咱面对的是这个，可真正充满真侪苦毒，也是不满的这款的世代咱面对的真正是安尼，但是你要安怎伫迄中间来面对？其实彼得写批伫讲这的奴才，也是讲你伫这社会中间，互人对你无好的款待，佮甲你骗受，佮甲你安怎诽谤的时阵，你检测会亲像安尼，有迄个心内一寡这的苦毒怨恨。所以因为安尼，可能你会失去你的信仰的立场。第二就是讲咱看讲透过这个过程的中间，彼得
也在提醒讲吼咱做伙来读来。当恁毋甲因行到伫边边晃动的极头，因就为着安尼奇怪来诽谤吼，这是拄啊牧师伫遮所讲的吼。所以有即个背景，咱今仔看即段圣经，其实有迄个背景。然后为啥彼得要讲遮吼？第二就是讲这做奴才这苦主无所在通伸冤吼。无所在伫遐来透伊心内的这个苦情啦，这就是我拄仔所讲的这个对象。因为主人较大因为因是奴才的身份，有当时亲像保罗伊伫迄个哥林多伫遐讲吼，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安尼吼，伊无论落来，搁伫遐互相相告，搁告甲外邦人的面头前。这顶回牧师咧讲道中间就讲吼，教会中间就有产生，甲外口人相款。无采有这个信用甲外口人所行做，当时因迄社会背景就是安那，小法代志送法庭，上法庭相告安尼吼。所以伫迄中间，彼得嘛在提醒虽然恁无通好伫遮来讨，无通好伫遮来伸冤吼，总是上帝拢知影啦吼，上帝拢知影。所以伫遮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来，恁做仆人的。就恭敬顺坦恁的主人，毋但对善良温和的主人，连刻薄的嘛着安尼。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来忍受，是通称赞的。兄弟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你着咧苦袂了圣经讲你着搁忍落来，吞落。看到遮，你吞会落袂？你吞会落袂？我搁问一遍，你吞会落袂？可能连我有当时吞袂落，有当时咱有咱想法，咱会ฮ็气，你知？无底头，所以可能用家己的方式，伫迄中间来做出可能后悔的即款的代志出来。所以彼得伫遮有讲起到哩。当时因有迄款的一个问题，因有迄款的困境耶稣嘛讲，恁伫世上有苦难，苦难是咱需要去面对，咱无法度伫迄中间来闪避所以彼得也在提醒，就是讲咱做来读来，恁是对神和上帝的权能保护，到得到拯救，是便便伫末期要显明的所以。彼得嘛讲，着爱等，着爱忍然后到伫末期什么时是末期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讲就是讲，咱伫现实的信仰生活中间，检测就是拄着像即款的状况。如果咱的信心若无够野主捌伫耶稣身上，咱看伫这环境，看到这不公不义的心，也是看到我遐拍拼拢无得到恶乐安怎做甲流汗，互人安怎嫌甲流烂。所以有当时看到同工都有迄款的土气，牧师安尼兄姊妹，这是彼得在提醒，特别遐做奴才的人，因安怎伫因的生活中间拄到这困境的时阵，因需要靠耶稣来帮助因。彼得本身伊家己就有即款的经历过，所以伊亲自讲，遐信靠主的人，特别伫迄个中间，上帝要保守有即款的气力跟啥同在所以这嘛反映讲，这位上帝是，互你会当倚靠，互你会当伫遐信靠的彼得伊家己伫遐伫公会受关押，然后受拍，伊犹原迄款的为着信仰的艰苦，总是伊会通伫迄中间去面对所以今仔日黄泉你要接受洗礼因为台语听较无啦所以我也那个上面小声一点咱面对着即款的信仰的转变我伫甲面谈的时阵，伊讲啥物？我伫甲面谈伊讲，为啥物你要洗礼？妈妈有甲你压迫无？伊讲无啦是讲我想要搁较敬虔啦，我想要搁较对上帝敬畏敬虔。这是伊互我的回答我们这是一个真好。咱若了解讲上帝拯救的模式，咱免配合改变咱的一个生命，
咱的行为、咱的思想吼。所以今日咱要透过这个中间，咱知影讲，咱的身份是啥？伫世上拢是寄卡啊，是出外的人客吼。所以数十年的中间，咱有好好啊，伫迄中间来活出咱基督徒的款式啊无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头一个就是这个意外奇迹、意外的生业，就是透过耶稣，互人看无好，哪有用这款定死的方式？这是见效痛苦、羞辱、刑罚的记号嘛？迄个刑罚的，哪会拯救咱？但是上帝就用人感觉看做愚妄的方式来成就伊的救恩。所以这款的道理不断伫迄中间咧提醒咱，所以难免伫遮来呼求讲主啊救我，还是主啊帮助我。你知影伫即个比赛中间，若即个选手拄着困难，像讲小林同学，还是讲即个拄着困难射字也好，咱看当拄着困难的时阵，因拢会做一个动作，后壁的教练可能会主动画啥暂停，暂停了咧，伊会做一个动作，即个选手就会就跟即个教练伫个面前，咱教练就会安怎？你遮做了无？你安怎甲回？是讲你爱注意你的手，迄个手势等等遮。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讲教练伊会伫迄个中间来面授即个秘诀，然后互伊开始修正的时阵，伊就安怎？伊就开始改变。本来射8分，射到迄个靶心，射到迄个重心嘛。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伫人生的赛局中间，嘛是面对着这个困境的时阵，检查有当时上帝甲咱话小暂停一下，然后说思想我甲你讲的这个秘诀。这个时阵，咱是毋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头前？伫个中间来听上帝透过伊的话，伫遮来解决，伫遮来提醒咱人生免继续行落的秘诀，也是迄个方向。所以咱看来，通反省的亲像大卫，伊就开始去反省伊所领受的，伊所面对伊家己的缺点。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彼得伊嘛提醒咱受掉，可能爱面对真侪遮受苦。耶稣安怎甲讲？耶稣讲你伫年老时，你年轻的时，你家己束腰大束腰，伫年老的时，你要安怎？你要互人绑，然后有迄个无好受苦的结局。咱知影讲嘛有这个讲法，讲彼得到尾仔是耶稣是安尼定，彼得要安怎定？彼得讲倒头定啦，比耶稣更较艰苦，你知吼？所以伫这中间兄弟姊妹，咱看讲彼得伊知影伫迄个中间免啊去面对。你知影彼得伫耶稣要付上去嘅代价过程中间因两边差不多强要破坏主的作为。耶稣讲伊要付上代价，要为着人牺牲，伊讲毋通，主啊，你毋通去死。耶稣讲撒旦提去。第二遍咱看讲啥？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凭伊家己方法迄去，然后射大祭司的萝卜，迄个耳仔甲射掉。耶稣讲收刀入手，然后耶稣做一个动作，迄耳仔甲这萝卜倒开，甲医治。耶稣袂因为讲你来要对付我，你来要掠我，所以我无要插你。耶稣无。差一点彼得了用伊家己方法破坏耶稣迄个拯救的模式。所以伫遮咱看讲咱免将咱的苦事、咱的艰苦交伫耶稣、交伫咱的主的手头，毋是用咱家己迄款的血气方式伫遐来解决即款的问题。所以咱看这个选手嘛是相款，伊逼到伫迄个极点。甚至有当时，咱是毋是去受压迫到伫迄个人生的赛局点？伫你人生的赛局的中间比赛，到你落尾时检测
亲像彼得，伊爱为着这福音来顺道。伊爱你伫厝的中间检测，因为这信仰，你爱受到迄款的压迫甲歹款待。但是你要哪亲像彼得伫迄中间来提起讲，好，我忍落来。戏病骹徛久的是啦，迄个人的。有当时我咧想讲，为什么厝的人无要信主？当你信主了，厝的人无要信主，为什么？有当时咱想讲，我信耶稣了，我讲的话，我的态度，我的行为，是毋是互父母、互亲人看讲，你信耶稣无相款呢？哪会遐好？哪会遐温柔？哪会遐体贴？也是你会通关怀别人？我相信，如果这个厝的人，若有看见咱生命的改变，一定会较无嘛，一定伫遐讲，信耶稣哪会通安尼？过去的人是安尼，信耶稣了都无共款。这就是咱最见证的中间。我信耶稣见证，信耶稣中间我安怎改变？信耶稣了安怎吸引人？这选手嘛是相款，可能因开始伫遐思想讲，我即回。我的缺点是啥物？然后我就爱伫迄中间，我靠着迄个帮助者伫遐来帮助我，我靠着教练伫遐来指导伊。所以咱看迄个德国的铜牌选手讲前球王吼，讲恁台湾吼未来即个小林同学吼，是恁得奖牌的一个机会啦。所以，伊虽然19岁，伊年轻，但是伊会开始伫迄中间来反省。虽然是神话一哥无啥爱讲话，总是少年人伊开始有即款的一个思想哦。连伊搭配学姐讲啥，我有当时嘛对伊的话来受教。你即摆，咱是毋是像对迄个受苦的中间，对迄个困境的中间，咱来想讲我需要做一寡这调整。免让耶稣的救恩来帮助我，所以对这段圣经其实咧提醒咱，耶稣救赎的牺牲，像咱念咪要伫遐来受圣餐即款的，伊救赎的一个牺牲，互为着咱受咒诅，互咱免受咒诅。我阁讲一遍，伊救赎牺牲，为着咱来受咒诅，互咱给我们不受咒诅。第二条，伊救赎的疼。是亲身来救咱，毋是派一个天使来救咱，是伊家己真做人。伊救赎的原则是啥物？是替咱担当这个刑罚。伊救赎的范围是伫倒位？是伫全世界，包括你我，甲咱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毋是特定的这个人。伊救赎的功效是啥？一遍献上就完成。所以，互咱伫罪来死伊的义来活。所以咱顶礼拜讲的，因信心称作义。所以上帝称作义，连这个信心嘛是上帝互咱的。所以伫遮咱看讲，迄个拯救的模式，也伫迄个中间来应验先知所讲的吼。所以伊担当咱的罪，咱的刑罚，所以互咱得到医好，得到平安。所以，若上帝的义伫咱内底，咱就袂阁亲像过去遐讲了了咱的心内有这个苦毒，咱有这个不满，咱才怨愤。好，你安尼甲对待，我就甲你回敬倒转去。最后一个就是讲，迄个旧的模式的我，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改变？其实我对这少年人，特别对永恩啊，拄啊迄天夏令营线上夏令营结束的时阵吼。迄天拄啊伊的生日啊，我感觉对一开始迄个检测有一寡这困难，因为实在要开始应变。第一遍的线上夏令营，佮用Google Meet，团队包括我，咱大家拢开始伫迄中间来研究、来学习呢，毋捌做过。其实伫开始牧者团队在讨论中间，敢要做，时间压迫，是要安怎做？拢无法度，有这个经验了。但是开始大家开始想，开始去了解线上人安怎做，然后开始别个教会嘛咧问咱呢，因拢咧管我等阮做了袂歹，阮甲你分享啦。结果第一期了，
改变，一寡提醒，少年人反应足紧，亲像即马即几个少年人哦，19岁、20几岁因着铜牌、着金牌安尼吼，我对因的心情我有学着吼。过去旧的迄个我的款式，总是因愿意伫咧中间来做改变的时阵，必定嘛在提醒吼，恁情亲袂落，但是今仔日因为有即个大牧者伫恁的身上，要帮助恁行伫恁迄个人生的道路。奥巴马伫2008年伊咧选总统的时阵哦，伊有提出一个激励人的心的即款的口号，就是改变。你爱改变，改变啥？改变永远袂来啦。如果咱也一直伫遐咧等吼，等别人来改变，也是等某一个时间点来改变，那安尼可能永远袂改变。伊就讲，咱就是迄个咱家己咧等待久久的迄个人。所以意思就讲，我家己就是我在追求迄个改变的人。咱家己爱先做一个调整改变。今仔日咱信主了后，特别我要勉励洪泉哦，还年轻，就亲像这林英如啊，还是讲这19岁、20岁这前途大好。看你安怎用，看你安怎做。永恩因两个拄啊屏东大学啦所以这回我叫永恩做你的属灵同伴。恁拢伫屏东但是永恩要升大四搁1年但是伫伊身上，我就看见伊款的成长的改变，愿意改变。你要看，上帝就使用因来创历史，有史以来咱头一遍做了，爱甲因鼓励，咱拍鼓甲因鼓励就好。我伫就任的时阵，我毋知你阁会记，我讲3句话咱做伙来读啊。做你无做过的代志叫做成长，做你毋敢做的代志叫做突破，做你无愿意做的代志叫做啥？改变。当你本来无愿意，但是你愿意的时阵，上帝咧看到咱生命的改变。咱来看这段影片这少年人安怎发挥因的创意。我嘛鼓励洪泉，可以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你去经历上帝安怎互你有无同款的智慧。来看。咱对感觉无可能，但是因为愿意改变，就诚做有可能。这是第2题啊，第2题。祥老师嘛真受欢迎，所以这回开科学院就随爆满5点钟就随额满。这是线上讲圣经故事，这个囡仔真专心伫遐咧听这个故事。大家囡仔拢伫因的家庭所以透过线上安尼连线。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咱有甲黄桃妹老师遐配合，你蛮看那凊彩跳跳凊彩弄球这拢是帮助互伊的囡仔有当时伊的头壳走精去较无迄个平衡。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其实
平衡因的脑部这个功能。那么看咱的青年拢真熬会当透过无论是英文课还是这个奥福音乐课音乐课，来帮咱引带这个囡仔当伫即款的真活泼趣味中间来也福音的种子。如果咱若讲无可能、无法度、无愿意，那安尼即件事就无法度成就。但是因为有这个少年呢，对开始安尼感觉困难、勉强，到因真愿意投入，然后伫迄中间，咱看见做迄个无可能的，成做有可能。这就是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看见迄款的无愿意做，但是后来愿意，就改变咱无共款的看法。兄姊妹，祈祷会带来改变。面对你所面对的迄个意内，就是讲你伫你想到的中间，你知影拄着这个苦境的中间，你有法度去面对。面对着你检测是失败、跋倒，总是伫这过程中间，比着伊嘛有即款的过程，但是伊呢，靠着祝福伊的开达，伊通伫遮来经历迄个意外的奇迹。咱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对咱的拯救。今仔日少年人用行动来回应。第二，要决定咱信主了后，要互人看见伫咱身上的耶稣。求上帝来帮助咱，咱做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做起立。打出一对你无做真敬拜，是个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快乐，因带我行信心的所讲，顺境我路，逆境我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插错，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伫路。咱打主一滴你无做真敬拜，是个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快乐，因带我行信心的所讲，顺境我路，逆境我路，你阮当行着微微差错，顺境我路，逆境我路，我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三个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无论是顺境也逆境，阮拢要学落你。阮拢要来到你身边宝座前，因为伫迄个过程中间，阮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赏赐阮的开达，阮才会通去赢过这个苦境。听阮的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们，请坐。这时阵，咱要来举行
洗礼，咱来吟圣诗354首，一礼吟第1节、第4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像魔鬼的天际。你袂为到他，将地名要写在卡片，表面点心坚固咱心，面的心是顺天法道，双双照耀行主道路。我会用华语吼，互少年听较有。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对你说，你必深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的罪得赦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来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要受洗，你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回答牧师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的信仰。所以请洪泉注意来听，来大声回答。你有没有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圣灵作为你的保惠师，你愿不愿意？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愿不愿意？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走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是否愿意如此行？来这边，跪在这边。有可以拍照。李洪泉，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父子圣灵的名。上帝知道你的内心，他要指引你生命的方向，他要使用你成为这世代年轻人归向他的管道。愿主圣灵大大充满你，让你更认识主，成为他荣耀合用的器皿。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起立。回到下面，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你以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筵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位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就耶稣基督为着我们来付上代价，让我们会死的身躯，因为主为着我们来付上代价，按照这个义来活，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今仔日这位少年人，伊会通愿意家己亲自来甲主立约，求你来帮助伊引出伊的人生的赛局是无限的赛局，因为伫主你甲你连结，阮就有无限的盼望甲稳定，将洪泉甲伊课业交朋友，伊以后人生交伫主的手中。求上帝你大大使用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你向后转，咱来请这小会员来接纳。疫情的中间，所以阮是用迄个手镯啦吼。黄泉哦，20岁哦，正月要升大学2年级吼，屏东大学吼。咱来请伊的学长吼，屏东大学要升4年吼，宋永恩吼，来先。这甲摕奥运迄个奖牌吼，迄个吉祥娃娃跟迄个花差不多呢，有无？所以有得奖，所以咱会长老嘛有奖金哦。这意外奇迹哦，意外惊喜，感谢主哈。安尼有先得到奥运的奖牌啊无哈？你毋着举起来讲我得奖啊，安尼吼。好，感谢主这嘛，你有看国家咱的国家有鼓励来 ，OK， 好，接下来就要感谢家人嘛所以妈妈陈奕欣老师伫咱中间才介绍一来好。等者咱的小会员甲妈妈做伙搭伫会后，咱会做伙来翕相。好，我们再次拍手来恭喜他。咱做伙来唱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准备来领受圣甲主同坐道。受圣餐来甲你撒亲，眼见高相求，去了你真爱，将一切忧伤交托你手来，都起来。
伫主的名，咱欢迎囡仔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红泉等一下就可以享用来三甲领受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囡仔劳苦担重担的，当到伫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祝福甲咱三甲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主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杯是用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耶稣他的救赎恩典。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前，伊也安尼摕饼来祈祷祝谢。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感谢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拍破你的石盘身，互阮通秘伫你的内面。你是阮坚固的营座，你是阮闪秘的所在，你是阮救赎的管道，你是阮得到永活迄位应允者。愿主你来说，互阮伫遮透过杯甲饼，互阮搁一遍来领受你的恩典，靠着你所加添，互阮开来面对阮人生赛局的艰难甲苦境，阮会通伫遐坚持到落尾，也会通看见你伫阮生命中间所想事意外的奇迹连连不断。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会通拍开咱头前这个2合1的伊迄有2站，你会通裂开饼下骹第2站到这个葡萄汁。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伫遮来领受。来，迄个帮衬伊小掠者，有无较无啥好掠吼？这是咱第一遍来经历。等一下，我有预备那个诗歌哈，让大家做接。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咱这时要邀请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临到伫咱中间。我要邀请咱搁一遍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打主接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因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恶路，逆境恶路。
摆稳当定着，话话擦错，顺境学路，逆境学路，我欢喜顺坦了天路，顺境学路，逆境学路，伊安排稳当定着，话话擦错。顺境学路，逆境学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做来祈祷，领受上帝祝福。主啊，阮人生的赛局中间有侪侪只的阻挡甲困难，主你拢知。总是主。当阮三合组织学路敬拜，阮就会掠上帝做喜乐，阮就会掠上帝的快乐，成做阮的快乐。耶稣基督的受苦，成做阮的模范，互阮伫伊身上看见意外的奇迹，也要临到伫阮的生命中間。愿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贏過死無關係的快樂充滿恁。願天父上帝聽。永無改變，充滿恁，正做盾牌，四面來固守恁。也願主聖神感動恁的心，明白耶穌基督的話甲伊的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甲透放。對這時直到永世代無盡，阿們。咱打主一日无做真敬拜，圣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雅的快乐，引导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学路，逆境学路，你安排阮当定着，话话擦错，顺境学路，逆境学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兄弟姊妹，咱的礼拜到这，咱互相来请安，线上的兄弟姊妹，愿恁平安，愿上帝的祝福甲恁三同在，咱后边搁再会，请坐。